请收看卡新妇甲戆大家。感情总是行同齐，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相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你送我的花，感谢你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深爱我深，总是伤害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试半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外酸，风外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收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对啦，先生，我应该是袂啦吼。容易哦，容易哦。我你有心啊？我有心，真是嘞。无毋对啊。检验报告证明你是有心啊。我要昏倒。啊，伊摕药给我分析。老板桑，我是什么代志？我想到啊！像你这般年哦，啊，佮有心哦，一定是足欢喜的。啊，我欢喜又昏倒哦，我是第一遍拄着。哎呦，先生啊，我毋是欢喜昏倒啦，我吼是去我家己吓惊着啦。啊，我要搁昏倒。老板桑，这是稀疏的，哪会惊到？食到这年轻，还有生囝哦，这是人生的一大艺术啦。这我看起来哦，你平常时啊做人是袂歹，啊，佮有上好香哦。哎呦，无用的，无用的，我袂用有心的啦。等我遮济岁啊，老身要用笑死的哦。哪会啦？有的人哦求我求袂着咧。是啦，老板桑。发生什么事？我未结婚呢。你还未结婚哦？啊，好夫人啊，你是比少年人我拍咧，像这款年纪哦，还未结婚，即摆佫有心啦。对，这死歹来啊，计卖吼，伊就讲什么保证袂有心啦，搭即卖咧。我啥拢无讲吼。你即马上好吼，还记去结婚。你免食药啊，你通转去。多谢哈。袂啦。别惊啦，我扶你出去。哎呦，夫人啊，啊细弟，啊细弟。哎呀，我甲你惊者吼，规身躯拢软烧烧。来，你家先叫开一下哈。啊，多谢多谢。手机啊！你不是手机啊啦？哟，我没有看见哦，你对侦查证出来。啊，我也未甲庄仔来的人讲哦，你大概是要来检查是不是有心无啦？我拢未讲。
遮尔有气质，先生甲蔡手机共款的就是代代，歹势，再见。有闲哦，来阮兜泡茶坐坐。这死阿发，够衰啦！你讲袂讲，以后绝对会甲庄仔内的人讲。来找安慰，叫伊到大三工。我倒啊，阮母啊，伊哦，对病院转来的时阵吼，迄面色就拢无共款啦。啊，伊伫关喺房间仔底哦，拢还袂出来呢。母啊，母啊，哎呀，阿弟啊，母啊吼，险啊叫家己惊死。叫家己惊死。哦，是毋是医生证明你有心啊？母啊，甲你讲哦，啊你千万唔通讲出去哦。母啊吼，真是有啊啦。你真是有啊！啊检查结果吼，医生讲吼，我万来囡仔啦。你哪有可能呢？哎，那也无可能。啊，你毋是讲母啊吼，啊袂老，啊佫会生。也毋过，阮当下已经袂生呢。伊就是安尼甲我讲啊，害我俩准是真的咧。结果啊，我骗骗去啊，所心。恐惊阮当下会袂认晓哦。啥嘿啦？伊敢毋认晓？你啦，伊会认晓啦。阿弟啊，啊这件代志吼，母啊歹势讲。规日吼，你甲万来讲，啊，互伊欢喜者。我无咯，我若甲讲代志就大条啊咧。毋是啦，我是讲吼，遮尔大条的喜事吼，我看是阿妹仔甲阮当下讲有较好啦。安尼嘛好咧，啊无吼，你着敲一个电话，啊叫阿妹吼转来一撮。好啦。今仔日咯，我要正式甲你求婚。啊你要向我求婚？对啊，阿妹，拜托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你莫拒绝，你要嫁我。哎妈妈，明诶，我明仔糊里糊涂，都甲伊当作是机来，就答应伊的求婚啊。因为我爱的人是阿德啊，这是要安怎啦？喂，阿妹哦，是我啦。阿弟啊，我要甲你讲一个大消息啦，母啊吼，真正有生啊啦。真是嘞？对啊，伊已经去病院哦检查过啊啦。所以讲吼，我甲母啊拢希望讲，伊赶紧转来一撮，啊想一个办法吼，甲母啊有新的代志吼，爱甲阮当下讲啦。啊，你当先去甲讲这好消息啦。什么咧好消息？我前2工啊吼，甲阮当下讲母啊可能有生，安尼尔哦。啊，阮当下吼都怀疑讲母啊腹肚内囡仔吼是甲别人生的啦。啊，就因为哦20几年前医生就甲讲伊袂生啊啦。所以讲哦，代志大条啊啦。阿妹啊，你紧转来啦，想一个办法啦。好啦，我会较紧转去的。好啦吼，好拜拜。无啊，啊你拄也是在讲什么话啊？小万来讲我腹肚内囡仔，毋是伊个。无啊，母啊，我敢有安尼讲？你搁要甲我骗？我亲耳听着哦。哇，你死啊万来啊！甲我骗啊有心，搁甲我当作是迄种随随便便甲查甫人斗阵困的查某。就阿伯安尼吼，实在是太不应该啊！无啦，母啊，啊这其实嘛袂使怪伊。啥个？袂使怪伊，啊，唔怪你母啊，怪你母啊，伤随便，怪你母啊！
唔是啦，母啊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我是讲，啊，20几年前，医生就甲阮当下讲伊袂阁生啦。啊，一个听到讲你有生，啊，第一个反应就是讲，哎呦，啊，感觉别人生的，啊，其实这嘛足正常的啊。伊嘛应该搁去检查，再来休伊嘛袂慢。对啊，若无伊安尼吼，算讲是侮辱阿姆的人格甲清白呢。对啊，去甲我发倒转来，我要甲伊好好算账。这。恁母啊去用侮辱，你安尼缀点点。无啦，唔是啦，母啊，这我哪有可能吼，互阮当安尼甲你欺负，啊，缀点点咧？我是咧想办法吼，来教死阮当的啦。嘿，对，一定吼爱好好想一下办法，该修理一下才用的。对啊，啊若无母啊，这口气是要安怎出的？我听小丁讲你要离开先。我心里搁咧痛，还有搁咧丢大。世明啊，你看你对心肝啦。我规个心拢碎去啊！其实我的心比你搁较痛。我阁袂用无离开，因为我爱我的男朋友阿迪啊。你搁讲你的男朋友做阿弟，我阁更加艰苦。想袂到你才答应我求婚，讲要嫁予我，啊你都会。我咧甲你当作是我饲去迄个情翁带起来啊！情翁带起来，伊姓蔡，叫做蔡起来。伊甲你生做一模一样，所以我头一摆看到你的时阵，我就忍不住甲你当作是伊啊！原来是安尼，莫怪我若倒咧。也是这咧，你逐摆都叫我起来，原来就是你叫起来。我承认，我对你是移情的作用啊。加上你忠厚、老实，所以我就无法度拒绝你的求婚啊。不过，我免因为安尼就辜负阿弟啊。啊，若无吼，我一定会对不起家己的良心。我还亏欠你一世人啊！这我了解啦。世明啊，你原谅我好无？你若着甲我讲原谅，其实是我无理由通我去爱你啊。阿兔啊，那小姐。讲真实的，除了阿兔以外，我老实甲你讲，你是我第二个所爱的人。你生做现实、善良，而且佫遐尔温柔，尤其是对小丁甲我的阿母啊。敢若亲像大家媳妇同款，所以我唔知咧。会当互小丁享受迄短短的母爱，嘛会当互你妈妈身体好起来，这是我这世人吼做过上有意义的代志。即马也是将来，我拢甲当作是我家己的大家，甲家己的查某囝同款，我一定来转来看伊的。多谢你啦！我会甲因讲，因为我必须要去工课，所以不得还阁离开因。要不我上希望就是，你会当紧来找到你的某阿兔啊。感谢你。
走？那小姐，要无我送你来去车头。世明。我希望你会当甲我当做你这世人上知己的朋友。会啦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世明啊，你去门口等我一下。妈妈，小弟，妈妈，妈妈哦，是因为爱食头路，所以暂时爱离开你。妈妈一定会倒转来。唔是，我知你唔是我的妈妈。啊？你袂搁倒转来啊？小弟，你来迄一天，我就知影你唔是我的妈妈，因为我爸偷偷看到我爸爸皮包仔内底我妈妈的相片。哪里？你？我知影我爸爸找你来做我的妈妈，是为着要互我欢喜。我若甲伊讲你唔是我的妈妈，我也袂当相信。我阿妈嘛知影你唔是我的妈妈。你嘛知我是无枪的？妈，会走啊吼！我知影长期话你也是会走，只是我想袂到会这么紧。妈，我知影你毋是阿桃，因为世明出车祸受伤的时阵，阿桃为着要救伊，伊家己嘛受伤，正面的手骨头有一个起伫。你来的迄一天，我无望到迄个气，我就知影你毋是我的新妇阿桃。你有这份善良帮助人的心，让我真感动。我才会不忍心讲出真相。我嘛希望你会当真正是我的新妇。小弟的妈妈，妈，你我心无中哦，你永远拢是我的大家。小弟哦，永远拢是我的查某囝。妈，多谢，多谢你这段日子对我的照顾。让我会当体会到讲，这个世间，什么是真爱。我一世人永远拢会记你甲我的中间，唔那干那是大家幸福迄份感情。
你去啦，若是有时间，才回来看我甲小丁。妈，我一定要倒回来看你。你家己的身体，你都要好好保重呢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我一世人永远拢会记得你甲我的中间，毋那干那是大家幸福，彼份感情。你去啦，若是有时间，才回来看我甲小丁。妈，我一定要倒回来看你。你家己的身体，你都要好好保重呢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再见，再见，妈妈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几球。